好啦，我哋睇一睇啊，08年卷1第7題。嗱，偉明呢到某個超級市場想買下列嘅貨品。嗱，餅乾每包8個2，佢買4包；朱古力每盒16個3，買3盒；汽水4個8，咁啊買2罐。A 啦，佢叫你上卸入每一貨品嘅單價至最接近嘅元。嗱，上卸入即係攞大嗰個數值。咁叫你估計偉明需要支付嘅總金額。好啦，睇一睇咯。偉明需要支付嘅總金額呢，就係8個2乘4啦，加16個3乘3，4個8乘以2嘅。咁然之後呢，你將佢上卸入啊嘛，所以8個2變咗做9，16個3變咗做17，4個8變咗做5。咁我哋相應翻啦，9乘4加17乘以3加5乘以2。好啦，撳一撳機，我哋計唔到呢，就97蚊。嗱，記住有單位嘅。好 B part， 佢話如果偉明呢就有100蚊，佢有冇足夠嘅金錢購買全部所需嘅貨品呢？你利用 A 嘅結果解釋你嘅答案。嗱，凡係呢啲試解釋你的答案呢，一定要有理由先至可以下結論嘅。咁我哋睇一睇咯。嗱 B part， 由 A 所得總金額嘅上限呢，你頭先計到啦，係97蚊，即係呢少於100蚊。咁佢有100蚊啊嘛，即係佢買到咯。所以我哋有呢個理由，我哋就落個結論啦。所以佢有足夠嘅金錢購買全部嘅所需貨品啦。